好啦，準備一開閘嘅時候見到呢個百勝威啦，然後就係呢個多威開心人啦，然後金銀城啊、名固良區啊，跟住呢就係有步步爽同埋木球之王啊留喺個尾度嘅，跑咗大約呢200米嘅路程啦。百勝威呢係順利帶得出嚟㗎啦，跟住開心人守住第2位，最後多少就係多威啦，咁快係吊住第3㗎啦。跟住呢，先至有呢個金銀城啦，然後就係名固良區啊、步步爽啊。咁啊，包尾呢就係呢個木球之王㗎，跑成1字長蛇陣，第一次過終點嘅時候，次序冇咩變化。百勝威仲係一馬當先，佔呢有成3個馬位㗎。開心人係守住喺第2位嘅多威啦，轉咗入去內欄嘅第3位。跟住呢，就係有呢個。然後就係呢個金銀城啊、名固良區啊，最後啲就係呢個步步爽啊，守住啊尾二嘅位置，包尾呢就木球之王啦。去到呢馬房灣中間嘅時候呢，仍然係百勝威喺前面呢，且放且留呢，佔先有2個零馬位㗎。呢個開心人一路扣住呢喺第2位，然後就多威呢一路喺內欄嘅第3。多位最後2個馬位啦，見到一對馬就係內欄金銀城啦，外檔有呢隻名固良區，然後尾二呢就係步步爽，包尾依然係木球之王㗎。而家跑到對面直路中間嘅時候啦，百勝威呢係咁撳住呢，佔先係2個馬位，開心人呢一路呢扣住呢，仲喺第2位㗎。然後就係多威呢一路喺開心人半個馬位後邊嘅內欄第3。跟住先至一對馬就係外檔嘅名固良區內欄呢，有金銀城守住第5㗎，然後就係呢個步步爽啊、木球之王咁樣㗎。差唔多跑完對面直路嘅時候啦，呢隻百勝威啦開始加速㗎啦，仲係佔先2個零馬位㗎。開心人同埋呢個多威啊分佔2、3位，次序冇咩變化㗎。名固良區守住第4，然後金銀城啊、木球之王喺尾二，包尾變咗係步步爽啦。開始轉彎嘅時候啦，呢隻百勝威啦開始拱啦。拱下，仲係佔先呢，有個零馬位嘅開心人呢已經係逐漸逼近佢，多位仲係守住喺第3位未喐㗎，跟住呢，就係名固良區仲係未喐嘅喎，然後就係有金銀城啊、木球之王啊、步步爽咁樣㗎啦，就嚟轉入直路咁滯㗎啦。呢隻百勝威仲係佔先呢，有1個馬位到啦，開心人已經係逐漸逼近佢，多位仲喺埋欄嘅第3位㗎，然後就係有呢個名固良區啊、木球之王咁樣㗎，去到最後4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百勝威仲係放下猶有餘勁嘅，跟住呢，就係有呢個金銀城亦都係上咗啲，然後就開心人啊、多位呢啲馬㗎。去到最後200米嘅時候啦，見到百勝威轉少少嘅多威而家拉開嚟呢，已經係逐漸逼近呢隻百勝威㗎啦。跟住呢，就係呢個金銀城嘅接近終點，由百勝威仲有一路頂住咧，多威成個馬位㗎啦。過終點嘅時候，第1名係百勝威，第2名係多威，第3名就係金銀城。百勝威由頭放到尾呢，係取得勝利㗎。多威沿途喺內欄嘅第3，一路呢，最後嗰200啦，拉開嚟發力，但係呢，騎落去都冇法子啦，係過到呢隻百勝威。結果百勝威係第1，多威跑過第2，金銀城呢第3，步步爽都跑過第4。